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3章，阿伦的囝。下面这个是上主伫西奈山对摩西讲话的时，阿伦甲摩西的后代。阿伦有4个囝，大囝拿答，阁有阿比户、伊利亚撒、伊塔玛，因拢受抹油设立做祭司，负责祭司的职分。拿答甲阿比户伫西奈的旷野，伫上主面前献无神圣的火，就互上主拍死，因无囝儿。伊利亚撒甲伊塔玛伫因老爸阿伦活地的时，就担任祭司，指派利未人做祭司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叫利未支族来我这来协助祭司阿伦。”因着替阿伦甲会众伫会幕前执行任务，办理会幕的事。因着固守会幕所有的器具，为着以色列人执行任务，办理会幕的事。你着指派利未人协助阿伦甲伊的囝，这是因伫以色列人中间受指派唯一的任务。你着分派阿伦甲伊的囝执行祭司的职务，其他人若群活来，一定着互伊死。上主阁吩咐摩西讲：“我对以色列人的中间经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上生的大囝，利未人是我的，因为一切的大囝拢是我的。我拍死埃及人所有头上生的迄日，就将以色列中所有头上生的，无论是人也是精生，拢分别做成归属我，因是我的，我是上主。”利未人的人口调查。上主伫西奈的旷野吩咐摩西讲：“你着照利未人的宗族、家族点算因的人口。满月以上的查甫囡仔，拢着算在内。”摩西就照上主对伊的命令，点算利未人的人口。利未有3个囝，就是革顺、哥哈甲米拉利。革顺的囝照因的宗族有利年甲示每；哥哈的囝照因的宗族有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甲乌瑟；米拉利的囝照因的宗族有莫利甲摩西。因是利未支族逐宗族的祖先。革顺的宗族有利年甲示每2个家族。因满月以上的查甫人点算了，人数共7500名。革顺的宗族就伫会幕的西边，就是会幕的后面扎营。革顺宗族的首领是拉伊勒的囝以利亚撒。革顺的子孙就负责固守会幕布棚的挂、会幕的门篱、会幕甲祭坛周围的埕的围甲门篱，以及得用的锁。哥哈宗族有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甲乌瑟4个家族，因着负责整个圣所。满月以上的查甫人点算了，人数共8600名。哥哈宗族就伫会幕的南边扎营。哥哈宗族的首领是乌瑟的囝以利撒反。哥哈的子孙就负责固守约柜、摆献祭的饼的桌、灯台、祭坛甲香坛。这是伫圣所内面得用的器具、门篱甲所有得用的物件。这是阿伦的囝以利亚撒做利未逐宗族的首领的头，负责监督所有固守圣所的人。米拉利宗族有莫利甲摩西2个家族，因满月以上的查甫人点算了，人数共6200名。米拉利宗族的首领是阿比海的囝苏列。
因着伫会幕的北边扎营，米拉利的子孙着负责固守会幕的帮番弓、挑有笋空的座，所有的器具，甲所有得用的物件，搁着固守埕周围的挑有笋空的座，以及乞仔甲锁仔。伫会幕的东边，就是伫会幕日出迄边，摩西、阿伦甲伊遐个囝伫遐扎营，因代替所有以色列人负责固守圣所，其他人若群活来，一定着互伊死。摩西甲阿伦照上帝命令，点算利未人，照因的宗族，满月以上的查甫人，人数共22000名。利未人代替大囝。上主甲摩西讲：你着点算以色列人满月以上头前生的查甫人的人数，做因的名册。我是上主，你着竞选利未人归属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大囝，嘛出利未人的前生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水工的前生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点算以色列人所有的大囝，做名册。满月以上的大囝人数共22273名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你着竞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大囝，搁出利未人的前生代替以色列的前生。安尼利未人就归属我。我是上主。以色列人的大囝比利未人加273个，你着甲因赎回，照圣所的工钱，一个人的赎金是57公克的银。遐个加出来的人的赎金，你着交予阿伦甲伊的囝。摩西就对予利未人赎回以外，遐个加出来的人摕赎金。对以色列人的大囝摕的赎金，照圣所的工钱，大约有银15公斤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，将这个赎金交予阿伦甲伊的囝。